嗨，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 K 進。今日我嚟到深圳啦，嚟到南頭古城一邊，派到佢有一間2層嘅酒吧，咁入邊呢有提供埋晚餐。當然啦，除咗晚餐之外，亦都可以同你玩啲小遊戲啊，同埋一啲嘅桌遊。咁到底玩啲咩桌遊啊、小遊戲呢？同埋識唔識到深圳嘅女仔？一陣再同大家講。今次嚟嘅人呢，其實有40人到嘅，咁又有大概都係男女比例都1:1啦，咁亦都有幾個香港嘅朋友嚟嘅。好啦，咁又一開始呢，佢就玩呢個害你在心，害你在心就係咩呢？其實就係話佢有一個紙牌啦，然後呢嗰個紙牌上面嘅詞語掛喺你個頭上邊，你睇唔到個詞語，然後你要引導嗰個即係其他人啦，去講佢自己頭上嘅詞語。如果講中咗就輸，咁呢個遊戲非常之簡單。咁以前可能呢一啲掌門人啊嗰啲咁嘅綜藝節目都有玩過啦。咁第二個遊戲呢，佢就玩呢個德國心臟病。德國心臟病其實更加簡單嘅桌遊嚟嘅。咁佢就喺一副牌咁樣，由中間有個鐘啦。咁入邊喺紙牌入邊呢，佢有啲水果。有啲水果呢，佢即係有5個水果，有鬥快拍。咁邊個最快拍呢？又攞個紙牌。反而呢，如果你冇晒紙牌呢，反而會輸嘅。咁呢個遊戲我覺得幾 OK， 因為唔需要話太用腦筋，就係考你嘅反應。第3個呢，就係數字炸彈啦。其實呢個以前已經玩過好多次，就係話你問隔離嗰條問題，咁嗰個手機嘅計時器呢，其實你大家唔知。總之就去到答唔出嗰個人嗰個手機一響鈴呢，咁我就輸，嗰個要懲罰。咁呢啲其實都好基本嘅呢個社交遊戲嘅。第4個呢，就玩一個叫做學酒遊戲，即係當然啦，最緊要一定要有酒啦。呢個都係我第一次玩嘅啫。每一個人呢，佢要抽一牌出嚟，例如佢抽中5，咁然後呢，大家一手牌數字疊對上去。咁如果呢有任何5嘅數字，咁嗰5個人呢就要飲酒。例如15啊，或者25啊、5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全部都飲啦。咁呢個就係純粹俾你飲酒嘅啫。除咗呢啲玩桌遊之外啦，咁亦都即係有唱 K 嘅。咁唱 K 嚟講呢，不過又冇大螢幕嘅，定係一個叫做唱 K 仔，有一個叫做字幕機仔嘅啫。咁其實呢度呢，就即係有啲水水地嘅感覺。如果佢有一個大螢幕俾你唱 K，咁就更加之好啦。今次呢，其實佢亦都有包啲晚餐嘅。不過佢嘅晚餐嚟講呢，就我一般般啦。即係其實一啲披薩啊、薯條啊咁樣啊，咁其實即係喺晚餐嗰度咧，其實都笠唔少錢嘅，我自己覺得嚇。如果喺呢個價錢，其實出去同人哋去食其他嘢咧，其實話分鐘已經更加之好食。可能啦，佢啤酒嚟講咧，可能都即係嗰邊都俾咗啲錢嘅，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呢啲就真係唔值。總結嚟講，其實呢個聚會都 OK 嘅。佢喺呢個嘅南頭古城入邊啲酒吧入邊。依家個氣氛都幾唔錯，尤其是即係南頭古城附近亦都好多嘢行。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，亦都可以過嚟，即係南頭古城一啲玩下啲酒吧嘅活動啊咁樣嘅。如果我自己搞呢，就睇下第日點啦。今次嘅分享咁多啦，第日再搞活動或者有一啲好玩嘅活動，再同大家去分享下。下次再。